今次同大家分享嘅美食係一間社企餐廳。第一份餐加央多士，佢哋由新加坡入口班蘭葉，自製純天然加央醬，地道風味一定要試。配埋牛油加上班蘭醬嘅清香，值得一試再試。第二份點嘅餐係印尼白倉魚椰漿飯，用咗吸油紙上菜。呢條係中等大細嘅炸倉魚，食落好香口，做到外脆內嫩嘅口感，連骨都可以食埋。南洋燉菜好腍好入味又唔辣，拌飯好開胃。我哋叫多一碟燙菜心。白飯份量好多，烚蛋有一隻開邊，小魚乾花生係東南亞普及嘅小菜，青瓜上面係辣醬，可以撈飯食。食完飯之後，帶大家睇下餐廳嘅環境。廚專係一間新加坡背景嘅社企，餐牌睇到各式各樣嘅新加坡地道美食。廚專會聘請傷健人士，我哋覺得佢哋服務態度好認真，做得好好。曾經獲得卓越社企大獎。呢個係餐廳佈置嘅微縮模型，將新加坡排檔復刻喺餐廳裏面，好有特色。玻璃窗展示餐廳使命、製作及創新理念。呢度環境衛生，座位嘅空間會比一般餐廳闊落，不同菜式都會有一個排檔。餐廳租用2樓全層，空間十分充足，每一類菜式都有一個排檔，好似有幾檔聚埋一齊做生意。食完飯之後，帶大家睇睇618上海街嘅環境。而家係地下，呢度原本係6座相連嘅舊樓，最舊嘅一座係建於1920年，有成100多年歷史。呢6座樓經市建局保育及活化，變成而家嘅樣子。呢幅壁畫睇到未活化之前嘅樣貌。跟住睇睇其他商店，呢間係將茶餐廳變為文創精品。最後帶大家睇埋外面嘅格局。保育工程其中一項係保留舊建築嘅特色，好似呢啲石柱係冇拆走，而且保留咗最早期石柱上的廣告。只要細心地看，可以睇到石柱寫上當時嘅商店名稱。睇埋幾座大廈嘅外觀。